你16歲有啲咩生日願望啊？我第一個願望係唔想咁快大個，第二個願望係我希望可以繼續做返自己鍾意嘅事。你第三個願望係咩？唔同你講，點解啊？講咗出嚟就唔靈噶啦。哎呀，你講啦，唔會㗎。潮亂世，青春總是瞬間改變，讓時間靜候，隨意面對束縛。剩下沒有的自由，仍想自由，不顧一切變出木偶，拋開丟失的勇氣，夢裏定格萬事不實際。才發現背後都是醞釀，不想沉默，相信一切亦可能。來努力拼命，每夜會勇敢找到曙光。誰顧慮昨日偏有散落思想，信仰傾聽心裏夢想吧。內隱之際，別轉頭不怕。你會唔會以為我 YouTuber？會。我哋有住唔同嘅夢想，唔同嘅過去，我不停咁去實踐，只要不斷咁努力，不斷咁嘗試，有一日我會實現。從過去到現在，唔同嘅身份，冇需要話你知，唔緊要理得你點諗，我有我存在嘅意義。街邊嘅繽紛瞬間於腦海閃過，虛假嘅景色，如今我唔會再嚮往，創造屬於我哋新嘅詩篇，一篇一篇每日不斷上演，儘管世界萬變。發現這段故事變而不想沉睡，相信一切亦可能。來努力拼命，每夜會勇敢找到曙光。誰畏懼昨日美夢抱憾星空重聚，反正不過17、8，來勇之際，別轉頭不怕。第三個願望係我希望有一首屬於我哋嘅歌。